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甲大家拍一个招呼，我是阿迪。嗨，大家好，我是雪红。咱顶礼拜讲什么故事？你还记得无？袂记得啊？讲食的啦，讲啥？咱顶礼拜讲咱宜兰上古早的板豆手路啦。古早迄片嘛是真侪人有甲我讲，确实真好食吼，有食过人讲确实真好食，有人嘛拢会分享讲确实拢要去哦，喙齿要去烫着上过。有去做无？有去练习无？厝诶，家己爱练习看觅，若有机会做看觅啦。当然嘛是爱经一个较有时间啦，因为开一把时间去做安尼。爱真侪时间来练。今日咱要讲的故事又无共款咯吼，甲食诶就较无关系啊。咱即届要讲一个宜兰人诶故事，真蹊跷，伊诶故事真特别。顶2礼拜有出一本即个新诶册，叫做《零下68度》。二战后台湾人的西伯利亚战俘经验，我用华语念一解就是零下68度。二战后台湾人的西伯利亚战俘经验，零下68度。二战后会结霜哦。对，非常之冷吼。二战后台湾人的这个西伯利亚就是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今日有较侪这奇奇怪怪的名，战俘就是俘虏啦，战俘其实迄是应该念俘啦。但是政府啊，俘虏互掠去的，政府对啊，经验。这本书非常趣味吼，因为伊是咧讲第二届世界大战的尾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届世界大战的尾声，一个台湾人以日本人的身份参军，去做兵，最后世界流落。是安那台湾人会变做日本人？咱若物伫咧故事内底就会知影讲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甚至伊当时就去甲属于即个苏联的即个西伯利亚。大雪原吼，规片拢是雪嘛，拢是落雪安尼吼，雪原吼，对，雪原的雪原吼，最后倒来到宜兰，因是宜兰人嘛，最后倒来到宜兰的故事吼。我们着即个主角，即个主角名叫做单依文、陈以文，所以的以文章的文，单依文哈，陈以文，以文，所以的以以经的以，嘛不是以经的以，可以的以，可以的以，对，可以的以，陈以文哈，单依文伊是宜兰人这本册咧是伊专门伫咧做历史研究的孙仔单立行所写的，陈立行，利器的利，航行的航单立行所写的。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即个单依文超过15000公里的返乡路的故事所以你若有想要搁较了解这规个故事的细节，包括伊当时一寡心内想法啦等等，就爱记得去看这本册因为目前我册嘛无摕到手啦，因为顶2礼拜拄出版尔但是咱先讲对，真新，这个故事真正大家拢较毋知影只是讲咱先讲好，因为即边即个故事内底有真侪外国的地号名，即个地号名伫台湾无一定有固定的台语讲法，所以我都会依照我家己介意的方式来做即个翻译，包括着有的地名是你若为即个华语直接翻过来了后，甲原音伊原本的发音差不多我可能就直翻。但是有诶若翻译了后，感觉讲伊诶原音可能伊是即个苏联当时诶用诶话或者是其他语言。那外来语来讲无一定爱翻啦。但是我讲翻起来较好算啦。好算袂要紧啦，但是来听有是较重要啦。紧啦，有当我迄所在我念出来，我管用什么语言念出来，大家拢听无啦，根本平常时都无接受。所以我就会重新甲号一个名，然后当时安尼。定号名就对啦。大家讲到
陈以文即个人，伊其实因为是1927年出世诶，1927年迄个时阵台湾是日本时代。真久诶代志。1985年，即个马关条约台湾挂互日本，迄阵所以已经27年加5年，就等于讲已经过2830几年啊，所以日本时代出世啊，即个陈以文伊有一个日本名啦，迄阵已经我印象中迄阵应该开始有伫做即个准备。台湾人应该讲已经日本化的情形较明显啊，已经过30多年啊，伊有一个日本名叫做景山雅文，你若是用日语念伊正常，因为这是日语嘛，其实是念做卡吉亚马萨夫米，其实嘛听起来真文雅的一个名啦，景山雅文，雅文就是真济查某囡仔叫做雅文，这是讲伊这个文是文章的文，然后文章的文，卡吉亚马萨夫米。即个景山雅文陈以文，伊老爸就有名，伊老爸伫宜兰是真有名，即个西医叫做陈土金，转金，尘土金，土地土，金角的金，全土地拢转金啊，对，陈土金，伊即个人，伊毋若是日本时代有名的西医台湾光复即个事，当然我相信有的人有一寡意见，但咱暂时无去讨论，就是台湾光复的初期，宜兰头一个我都摕到。即个医生执照的西医，就是伊本人伊开的诊所叫做蓬莱诊所，蓬莱诊所系真无简单。当时算是宜兰3大私人的病院之一，真特别，真出的真厉害，不厉害。即个陈土金医生的厝因厝内老实讲，我有捌去过。但是迄是差不多旧年的时阵啊，我经过一间即个日本式甲西洋式参南的即个风格的老厝，就看出来讲住伫遮原本住伫遮的人但即个人家一定是真有才调的人，但是已经废弃啊啦，已经废弃啊，只是讲看会出来过去一定是真请的一间厝。所以我就参观者偷行入去甲顺看看就甲偷参观者，无去到厝内底啦，但是外口个远个啥，我就去四界甲看看安尼。到尾我是伫做即个故事的时阵，伫做调查，甲知影讲原来即间当初是顶悬无写，我拢毋知到底谁兜，想袂到。到尾甲知影讲原来就是。即个陈土金医生因兜，即间厝的相片我会找时间放伫即个 Facebook 甲 Instagram 顶悬，互大家做参考。大家若还未追踪的，赶紧去找你都拍即个亚特聊聊天就找着啊。好，来讲转来即个陈以文的故事伊伫咧12岁了后，等于小学毕业伊小学是伫咧宜兰的顺祥高等小学校。高等寻常高等小学校，咱来介绍一下即个日本时代台湾这学校的即个制度，小可无共款小学校总共有分做6年制，叫做顺祥小学校，还有2年制，叫做高等小学校。所以总共加起来是8年，拢是小学校以早的分法啊。无对日本时代分法。若头前即个顺祥小学校6年制是算讲是义务教育，就甲咱当的小学共款义务教育。一定要上的，一定爱对爱去上课的所在。但是后壁咱讲还有一个2年制，即个高等小学校是教的是较复杂、较厉害物件，所以伊是毋是讲是义务的伊毋是讲你一定爱去上的。爱去考吗？爱考无，敢若免考，但是你要读嘛，无遐简单读啦一般咱讲的即个顺祥小学校要安怎来解释？我来想看觅介绍爱钱，钱是一定爱啦因为其实一般若是顺祥小学校一间就是6年嘛，咱都有讲着，但是有的学校是这2款的制度拢有，就是你读完这6年了后，刷落佫加读这2年即款的就是叫做。高等顺祥小学校，心祥嘛会使，然后因为寻常这个字，有人有当时讲顺祥，有当时讲心祥，拢有高，所以这是若有甲做伙，这两个制度甲做伙就高等顺祥小学校。这款小学校甲一般咱伫讲台湾人拄开始伫学这个义务教育的6年的学校无共款的所在伫咧讲，这款叫做小学校的学校是专门提供会晓日语的囡仔去读的。
本身就会晓。嘿，无毋对啊。大部分即个学校内底诶囡仔拢会是日本人诶囡仔，因为日本时代台湾嘛带真侪日本人嘛，所以你知影讲即个差别吼，就是一般诶学校甲即款诶算讲是即个较高级诶学校，日本学校嘿，专门互日本人读诶学校安尼，所以即款学校因读诶册、因念诶科目拢甲日本本土因较早嘛做内地吼，迄时阵诶内地是指即个日本吼，较是迄个时阵真正有内地即个物件吼，所以即个是读诶是完全共款诶，等于讲伊甲即个日本诶物件完全放伫台湾来使用诶吼，所以你若是有法度读着即款学校，就是甲日本学诶是拢完全共款，你就知影讲，所以因迄种日本人就对啦。嘿，伊迄个学校大部分拢日本人，少数台湾人就是拢爱会晓日语诶台湾人，所以就知影讲单语文当初是读诶即个学校，读即款诶学校是厝诶真正爱有才调才法度。对啦，有迄个环境啦。嘿，环境爱有好，像当有诶学校是啥物？双语学校、日语学校，啥物有诶无诶，就看像迄个感觉。因为即个高等顺祥小学校来毕业了后咧，伫咧因老爸陈土金医生诶即个安排之下，去到东京，去一个所在读册吼，做独译学协会，真歹念吼，伊诶即个中学校小学校结束啊嘛，换中学校诶即个德语班吼，学德国语言，德语班来读册。德国语言。咱爱讲一下即个独译学协会吼，就歹念诶。独译学就是独特诶独，即个义是义边孙逸仙诶义，孙中山迄个名孙逸仙，一个土啊边佫一个错字旁诶吼，应该讲一个有一点诶是土啊，迄个土啊，对无？有一点诶是土啊，是变哈？有一个歌戏，有一个什么义，不是张梦义，迄个义无对吼，所以。读译学协会，读译学这个物件吼是一个组织，其实你若是用日语来读吼，读译学这个读译日语念做对子，你若会晓日语较好讲咧，对子嘿，你若知影这个会晓日语的朋友，就会知影讲日语内底德国的这个发音嘛，会做对子所以其实无毋对。独译学的协会吼，就是以学习德国文化甲技术为宗旨咧成立的组织。重点是德国的。嘿，伊伫咧1881年，就是日本的明治14年的时阵，协会就成立啊。当时其实伊的成立吼，甲明治维新有真侪关系。明治维新迄时阵，日本嘛当伫做改变咧，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吼。毋过因为咱毋是要来讲日本的历史，这段就先跳过。只是要知影讲，即个协会所成立的学校，当时算讲是伫日本吼，你是要转往德国去深造的一个起点，就是你若想要去德国来读册，要深造，其实因就定定先来到这个组织成立的学校来读册，先学啦，先学习啦。比如讲，比如咱这个单语文，伊就是去遐读德语班，专门去学德语的。其实这个陈土金医生其实前后，伊的囡仔全部拢送入这间学校，就是拢希望讲伊日后会使来。即马讲这个单语文嘛是伊的囝，伊的囡仔，无毋对，所以就是希望讲，互因这囡仔未来拢会使做医生啦，栽培啦，过去较有即款的想法，栽培伊的囡仔后壁会坚定啦，无毋对。单语文伊受的这教育，咱当有讲，伊主要就是为着日后要考这个医科大学，医科大学就希望伊做医生嘛，在受即款的教育。听讲啦，这是因为我当有讲写这个文章甲介绍这个故事的人是伊的孙仔，我嘛毋知。单语文的孙，单立行，我毋知即个部分的有一寡讲法是毋是真正，但是就讲即个等于讲因阿公嘛，单语文伫咧学校时，其实即个人缘真好，真受到欢迎。但是咧，伊的课业表现伊的成绩。甲其他兄弟比起来就是有较差一丝可能较袂晓考试啦，有的人考运较歹读册读了较无好，敢若成绩上较输遐兄呢。无毋对所以单语文就对家己讲我到底有法度考掉医科无？当然开始嘛会烦恼当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摆世界大战的后半部迄个尾声开始愈来对日本来讲是愈来愈
愈来愈不利啦，所以当然社会的风气就是一直会鼓励讲咱这少年人爱去参军，爱报国保护咱的国家，去做兵啦。所以伫咧1944年的6月份，这个陈以文总算到大学毕业啊。伊这个1944年若有去数字甲算一下其实因的日本这中学校的学制旧制啦当然毋是安尼旧制是读5年所以是1944年的时阵伊这个陈以文已经差不多16至17岁16、17岁的时阵伊就决定讲既然安尼我就嘛想讲我考试嘛较无遐够考无我来参军好啊去参加这个陆军特别的这个考试做干部后补升的考试但是咱讲少年若无一摆讲路边哪有游泳功有当时就是你一个决定可能后壁这个影响你的人生对你人生的影响就会真大我伫咧前几工拄好嘛是伫这个 Facebook 顶管那个 IG 顶管嘛拢有分享即句话少年若无一摆讲路边哪有游泳功我嘛真害的一摆讲就去啊对啊因为旧历7月嘛咱就会拜这个万圣爷万圣公老大公有应公等等当然这所谓咱讲孤魂野鬼有一寡来历啦啥那会拜这物件拄好伫前几工伫 Facebook 顶管 Facebook 顶管有甲大家分享啦大家有兴趣嘛使去看一下安尼介绍讲当时这个来到台湾早期的这汉人来到台湾的发展的方式毋管讲当陈以文伊考试当中我想讲这人考试运一定是非常之无好听讲伊个紧张表现都无好考运无好真袂晓考试款伊又阁无考着运气无好伊本来是要考一个做错奖的要员当然这是硬翻啦意思是讲飞行员就开飞行机的就对开战机的本来是要做这个头路做技术的但是真可惜无考着你想看卖我当有讲伊讲的是1944年选去考试那对历史较了解的人就知影讲1945年8月份日本就投降剩一年搁2个月所以迄阵其实战争嘛已经真严重啦所以凡是对伊来讲这是好代志嘛无一定你无去做这个技术无甲人安尼你天顶飞来飞去可能好佳在是无反正你当就这故事都无留绑者都无去确实是安尼所以伊无考掉了过了3个月9月份的时阵佫收到军队通知讲你会使做这个整备的要员整备要员要做啥物听起来嘛是敢若最重要对吧无啦就是讲你要负责这个修理飞行机我嘛毋知啥呢有法度为读医科读德语有法度走去修理飞行机对可能家己本身较有兴趣我嘛毋知反正伊的这个成绩的要求较低啦所以就讲你原本考试无达到这个技术的程度无要紧你就用这个修理飞行机的这个要员的身份入来会使都甲揣入来就知影讲日本迄个时阵战争的买机买啥已经对人的需求是真大的人无够用欠人啦所以过一个月了后伊就分配到这个青心青心就是用台语念就奇怪啦其实就是日本的青森青森青森县迄令狗青山令狗迄个所在真有名对无令狗捧狗拢会使青森县这个所在一个叫做八户这个所在叫做哈基诺迄就是八户这个所在伊的教育队开始做训练你要出门之前你爱参军嘛要先做训练训练到隔年的4月份1945年4月份结婚就是准备来要投入战争伊要投入战争按照讲1945年8月份就日本就投降所以剩4个月尔意思伊参加到这个买啥伊就甲伊的这个港铁坐火车往南边去来到这个埼玉县体育馆这个有叫做高德的飞行场这个咱毋管就到这个飞行机场了后咧就是要坐飞行机坐军机啦伊做成军机要坐拢叫做满洲这个所在满洲满洲有你若有学过这个近代历史就知影讲尤其中国近代历史知影讲这个满洲国当然拢头前过会记一个伪满洲国啦这个满洲国其实是1931年日本在发动这个918事变918事变的时阵伊控制这个中国的东北边东北边控制了拉拢一寡包括进前因为时阵已经是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时阵所以
这等于讲已经推翻过去清朝的时代啊嘛，甲清朝留落来一寡皇族啦，皇帝家族的人，还有一寡汉人的这个权贵就好，嘛不是好呀，应该讲较早伫内底做大官的，但因为清朝互推翻啊，我煞拢无通做啊，甲这个人拢甲拉拢过来，甲吹过来，建立这个满洲国这款的政权。当时这个满洲国的领土就包括即卖的这个中国的辽宁，辽宁。吉林、吉林，个乌龙岗、黑龙江，这三个省的全境，无包括关东州就是即卖大连、无包括在内。另外还有一寡包括什么内蒙古的这个东部甲河北的一寡北部地区嘛，拢是。毋过共款啦，因为咱的重点无伫这国外的地理现象咱放伫人的身上，所以这地点大概知影一下就好啊。就是伫满洲国这个所在。满洲国。伊为着要去到满洲国坐飞机毋是讲你一飞就飞过咧，过去飞机是无遐厉害，所以中途爱去真济所在来停靠休困一下安尼。转机啦，这一直转机包括伫咧即个基辅、岐阜。岐阜嘛，伫日本算台湾，伫台湾嘛算讲拢捌听过啦。佮一个所在做米子，即个咱就真少听过啊，对无？米就是白米的迄个米，子就是儿子的子米子。啊，敢若你叫一个人名米子。其实日语叫做ヨナゴ，过来去甲朝鲜就是咱讲韩国，但是韩国当有南韩、朝鲜，拢有人讲朝鲜。当时咱有分南韩、北韩，对无？但是其实在迄个时阵未分离所以统称叫做朝鲜，包括即个釜山、釜山，过来大 Q、大邱。大 Q 即个名过去可能大家较毋知影，但这2年大家应该真了解，就是进前即个新天地教会，佮发生即个阿祖玛迄个代志，就是群组感染大家拢为着即个韩国规个疫情的大爆发的所在啦，都开始就是大 Q 过来平壤。平壤当然应该是伫北韩嘛，我若无记毋对，应该是。其实有2个讲法啦，有的所在讲平壤，有的所在讲平壤。这个壤就是土壤的壤，我当讲的是台语内底啦因为这个壤是土壤的壤，那有一个甲这个音真像的，就是咱讲分享。有的人讲分享，但是咱讲其实若较我漳州腔是讲分享，但是比如讲，咱定伫 Clubhouse 顶悬对无都会听到分享，对听到这2款讲法其实。我目前颠倒较接听到拢是讲分享啦，但是若咱家己宜兰人其实主要讲的是分享，所以共款你若以宜兰人的讲法，照你讲这就是叫做平壤，我都讲平壤这个所在，所以我用平壤这个讲法来讲。平壤，就去你看，伊敢若要去飞去满洲，就要经过遮济所在咧休困，哇，真坎坷啦！过了几落工差不多过了9工，总算飞到满洲，飞足久诶咧。9工毋是到尾啦，9工毋是到尾，因为咱搭飞机嘛，比如讲10几点钟、20点钟，你嘛差不多甲地球另外一半。但是咱这是为日本飞到中国东北尔，爱飞9工休困遮济工安尼。以前较无遐方便啦。对，所以。到了满洲了后咧，伊分配到一个驻地做杏树杏树，都敢若树的名共款。即个满洲国的东北边分发到即个125部队反正就是一个部队。伊就是咧训练即个飞行员即个飞行机的技师伊本身毋是家己伫飞啦所以伊就是做一寡行政的工课为主只是讲即个部队主要是训练遮个技师伊就是负责来支援大家，比如讲平常时帮你影印啊，即个上课一寡讲义啦帮你送批啦，到做其他的读书啦帮你买物件安尼。到了即个10册一直到8月9号就是1945年8月9号，剩无几工，日本就要投降啊伊就做伙去参战。所以伊就是8月9号时阵对着，因为即个苏联嘛参战啊原本苏联是无参战，苏联嘛参战了，伊就甲即个部队转去即个哈尔滨我就大概翻译即个哈尔滨即个所在，哈尔滨嘛算个真有名啦即个中国即个所在。8月18就去，主要是去对苏联因为苏联甲日本嘛战起来嘛。到尾8月18号，日本就战败投降，所以所有的部队就开始撤退啊。等于讲伊敢若去9工尔都，伊个9工，伊个拄到一个9工了，拢无9工9工。真有缘安尼。所以伊就
日本战败，就部队就开始撤退啊。因为战输啊嘛，投降啊嘛，你这武器10月中就全部拢下落来，就是你往放落来，袂使搁炸武器啊。你无人会，你认为讲你有危险。照你讲，你若是撤退，应该是你要转去日本啊。因为我输啊嘛，我日本嘛投降啊，咱国家嘛投降啊，我就要转去啊。到尾看拄到即个苏联的军队算讲是半甲骗，半甲强迫互因坐上即个火车。因原本阁想讲甲伊共体但伊问甲共体想讲这是要转去故乡可能会坐甲江边坐船转日本是安那阁真欢喜。到尾伊共体内底坐伫即个火车顶悬因为足长的嘛，你即个。中国迄时伫哈尔滨迄边路足长，路途不离远。坐即个火车就想奇怪哪观察哪毋对，敢若无啥对，因无啥对，毋是我要去的方向。无毋对因为要知影咧，因为迄所在嘛无啥物件，看无啥，我是看日头的位置，日头奇怪往咱的即个东边，伊若要出海，应该往东边去啊。日头应该是打一方向。愈行愈奇怪。是安那外口即个景致嘛，是安那愈来愈树愈来愈少，愈来愈冷的感觉。毋是咱所想北毋是向东甲发现讲即台火车，即台列车，系啊，是要通往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就是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即个物件，咱嘛甲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过去是即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经过1945年也就是当年就是但伊文现在当伫坐火车即个时阵的统计。苏联也就是咱讲的苏维埃联合什么哇个苏俄，苏伊是一个联合政府啦，和苏联，佮苏联，总共掠了417万人。苏联伫咧战后掠417万人。为什么？做苦力啊！你来甲我做工啦？替我做工啊！所以伊即个其中内底德国人德军。互因掠走的超过半数，238万人。这417万人内底有238万人拢是德军。德国甲日本甲意大利迄时是3个战败的国家，因就是应该是轴心国嘛，我若无记毋对所以因就是第二个这就是即个日本人63万人，剩的就是包括一寡什么匈牙利啦、匈牙利啦，还有匈牙利、匈牙利啊、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嘛有，但是主要上大两个就是德国238万人，日本的63万人。这单一本迄时就算是日本的政府，单一本迄时算是日本政府嘛，伊是用日本兵的身份参军的。所以都拢互带走一部分日本人一部分带去苏联境内真侪所在世界各地安尼其中有65000人互带往中亚，就是亚洲的中部中亚佫有25000人带去东欧洲的东部，因为咱知影讲苏联东西是即个范围非常之大，为亚洲看到即个欧洲拢有所以因就甲带世界带因去剩450万人，就是留伫咱拄仔讲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即个所在。二战的时阵因为真侪东欧的工厂工厂全部拢刷单拄仔讲即西伯利亚即个所在所以当即个战争结束的了后咧，即个工厂并无搁迁登于原本的东欧欧洲的东部东欧即所，但都是搁较向东边去，搁较向北边去发展。所以即个除了工厂以外西伯利亚甚至还有一条即个连接亚洲甲欧洲的铁路，亚洲是亚洲欧洲是欧洲，亚洲那欧洲是澳洲，大概无分唔对亚洲甲欧洲之间的铁路，亚洲、欧洲、澳洲，拢有洲。但咱即个故事内底无澳洲啦，大概亚洲甲欧洲安尼。这条铁路是伫咧即
咱讲地狱时期就是第2时期啦，就是即个苏联即个精神吼，啊个是一个帝国的时期吼，都起好诶。啊，20世纪初因为即个铁路的关系吼，即个所在甲慢慢开始伫发展，所以啥啦爱遮侪人拢甲掠去西伯利亚即个所在，就是因为工厂伫咧战争的时阵全部刷到啦即个所在，为东欧来刷到即个所在，阮无个结束了无个刷转去，所以我即个所在就欠人诶。即嘛需要人工啦，欠人工，所以拢甲你掠来吼，都做工。对，所以这也毋是讲有咱的员工讲爱保险啊啥无这代志吼，做时阵都刷。以前就是安尼做公工啊。真可怜的代志吼，所以就即个情形。啊，因其实吼，伫到往西伯利亚即个过程中，我通过足侪所在，即个地号名我大概念过啦，因为即个名拢足歹念，想讲顺便甲大家分享一下。应该即个日本人吼，即个火车吼，经过牡丹江、牡丹江，牡丹江，佮继续向北去哦，去到水分河哦，水即个字就是密字旁佮即个妥当的妥。黄月水的水，有一个作家做黄月水，有以前有名咧，水分河吼，去到水分河啊，最后来到即个叫做即个名佫较歹念吼，伊的华语叫做伊尔库茨克州，一个州就好啦，一个州啦。因为我捌听过伊的即个在地原本的发音啦吼，那要重新翻译，那以后有机会讲到即个事，我可能就会叫伊，比如再个研究一个啦。或者伊库茨克啦吼，因为伊发音较像即个发音吼，伊库茨克州就是即个苏联当时的一个州，或者即个州的一个叫做泰夏特的所在吼，泰夏特是伊迄个所在，迄个时阵是1945年11月，日本战败投降已经过了3个月啊，吼，来到即个所在了后，伊甲伊的港体爱到伫即个雪原顶悬行120公里，咱拄则有讲着讲即个。西伯利亚是一个雪原的地方，非常之寒吼，所以你想看嘛，即个寒天当地的所在行120公里远，冰天雪地有偌远啊！去到即个所在一个农场因为农场拢伫搁较远的所在嘛，所以到位了搁行路行足远的安尼，真忝。伫内底叮当伫刷动来到即个农场啊，西伯利亚因为寒天非常之寒天气吼拢逐工拢暗暝蒙安尼。所以咱当然讲即个泰夏特吼，就是讲伊到即个州了去即个叫做泰夏特所在，泰夏特伫当地语言内底就是冰冷的河流。你讲连在地人都拢讲即个物件冰冷，就知影偌冰冷吼。伊算讲已经真有法度接受寒的人啊。拢结冰的就对。所以伊遐吼西伯利亚差不多早起11点左右，天才会慢慢变光。咱讲像咱遮。热天可能早起5点天就光4点就已经开始，日头开始出来，5点就光当当啊。跟4点就拢看有路咯。但是西伯利亚是早起11点，尤其寒天早起11点天才开始要光永远大概看拢是拢无啥物日头拢暗咧吼，乌天暗地感觉暗昏啦。所以但是袂因为安尼讲，互你困到11点啦，该精神嘛是精神，早起8点就爱精神。时间到你就是爱起来。一片乌暗，你嘛是爱出门去做事。食佫敢若一撮汤甲胖汤啊食尔。安尼无啥会堪哩真可怜所以而且因足衰，迄年头一年到遐1945年头一年到即个西伯利亚，就拄着历史上特别寒的记录。就是摄氏零下68度，寒死！咱一般冰箱差不多0度左右，还是负几度安尼吼？伊是零下68度。你是安尼会生存哈？咱来讲一个摄氏即个代志吼，因为其实咱知影讲温度的计算方式吼，第一目前全球有2款，一款叫华氏，一款叫摄氏。台湾主要用的是摄氏，对无？但是摄即个字伫咧华语内底嘛有2个念法，一个念做摄，一个做念念，对无？伫华语内底嘛是安尼，我讲的华语吼，同样伫咧台语内底嘛拄好有2款念法，有对应着一个念做摄，一个念做列。你有讲到粒，所以咱就参考讲，比如讲摄氏到底是要念即个摄氏还是粒氏吼？粒氏啦，是应该念氏啊，摄氏还是粒氏吼？所以当然参考咱的华语嘛，用摄氏即个字嘛吼，所以咱就照咱的念就是讲，所以我当就是念摄氏，摄氏几度？摄氏摄氏零下68度吼，夭寿寒，所以日本册才有说，看咱可能拢爱倒啊，拢结冰。听讲暗时啊吼，要困的时阵，你个听到外口迄个
茶吼憋气诶，像肝甲家己憋气，无代无志得憋气安尼。我想讲即款诶茶，毋知是拍拍是安那吼，拍拍知影意思嘛对无？我知。空心诶感觉，来拍拍无实诶感觉。咱讲咱即单译文诶代志，若照规定。你吼讲单译文，对啊，单译文，一直慢慢听会感觉讲台语文，所以你了紧会啦，但是要紧啦，咱单译文，啊无以后伊诶即个绰号伊外号都是台语文。好啦，会加正好。古嘴。因为我一直听讲台语文，嘛古嘴单译文先生吼，单先生吼，即个立行诶阿公吼，就是伊照伊迄个当时因迄个所在规定吼，你若讲来到即个温度啦吼，气温啊来到即个摄氏的零下30度以下，你就会使，因为伤寒嘛，30度以下，零下30度以下，你就会使踮伫室内做事，你就免出去外口啊，因为外口伤寒嘛，惊你就大家拢冻死，遐嘛是办法。你出去你袂使讲出去10个拢翘位啊，我都无人通用啊，嘛是要变成什么人形的？变木偶人柱安尼冰冻伫遐，所以你就会使去地下室仓库拣一寡农作物海气的新的好的啊，做一寡分类安尼较轻松。但是你若是30度以上，零下30度以上，毋是单的30度以上，零下，你嘛已经非常之寒。咱毋捌发生这个问题啊！咱山顶嘛是零下几度。对，咱床顶边太平山结霜结冰的时候，嘛无遐济啊。对，无可能，还恐怖无人敢去哩啦。咱若是太平山零下30度，我想平地应该嘛拢结霜啊，毋是无一条去哩，迄个车你袂开哩呀。对啊，所以你若是零下30度以上，你就爱伫室外做事吼，当然室内是较舒适一丝啊。所以就是安尼，就开始做事做几落个月一直到1946年的时阵。2月份是伫即个农场做事啦，就包括因除了做即个农事包括倒种物件等等啊嘛会做一个道路的即个拓宽就反正什么工课辛苦就去做啦。十车啊啦，你就讲欠的时你就去做安尼啊。十车就是打杂啦，杂役的工作工课安尼吼。1946年2月份的时阵，单译文迄时破病啊。感染着叫互伤寒、伤寒、互伤寒。互伤寒是啥物物件？会使甲大家来小介绍一下。这是一款由细菌引起的即个细菌感染、肠胃的传染病。肠胃炎。算讲一种肠胃传染病、传染病。伊的病原菌叫做伤寒，即真歹念。互伤寒的杆菌。杆菌，咱听过，比如大肠杆菌杆这个字有两个念法啦，这个念做杆，一个念做乖。比如讲，有当时我定讲很赶，我定讲迄个欢迎关甲摕开，但是关嘛会使，你嘛会使念关关嘛会使这个互相含关菌拢会使，就是即款病菌伊这是全球性的一款疾病所以全世界各地拢有即款的案例这是真过去真流行的一款传染病啦，但是甲咱即马讲即个肺炎比较起来较无差，无较恐怖，无即马较恐怖啦。因为伊主要拢是发生伫即个开发中的国家，主要就是讲即个所在若自来水还佫无够普遍，卫生条件较歹的时阵，像过去就是南亚地区、南亚地区感染就是较悬另外像东南亚啦、非洲啦、中南美洲啦、加勒比海、加勒比海等等这所在，就是伊较过去。条件生活条件无较好的所在，感染的风险就较悬。当然，因为咱这个国家整体来讲，伊的卫生条件、卫生设备嘛，拢改善较袂歹啊。所以即款的得到即款病，为着即款病就真少啊，就加真少啊，就较无即个问题啊。只讲当时你就知影讲，迄个环境绝对是无好，卫生条件嘛是绝对无好的。早期来讲，环境袂讲好到倒遐去啦。因为就破病了后咧，就只好讲嘛是爱送去病院啦。至少还佫小可有良心啦，有讲无讲人破病就迄个外口当时就拄煞，单调就好啊。所以就甲送甲离即个农场因做事的所在100多公里以外一个病院。伫遐互伊治疗就对啊。转入了留伫咧病院做3个月。这部分其实我感觉真特别是安那你转入了会使改伫咧病院做代志。惊体力无够啊。拄破病好的人比较较虚弱啊。我嘛毋知有可能较虚弱，你过来互伊去做外事的工课来讲，体力无够，佫一届就害啊，毋是吗？
对啊，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嘛，但是实际上是安那我嘛唔知吼，因为这个部分我目前咧咱的这个资料主要不是来自伊的这本册，安怎讲的单立行的这本册是伊过去捌写的一篇这个刊物内底有讲这个故事，大概也有讲这个故事吼。等我若摕到新这本册吼，我再来编看卖。啊，若佫无写咧，看有法度无？咱来找即个单立行来问看卖，来找因孙来问看卖吼。反正宜兰人嘛，虽然伫外口食头路，你总是爱倒来吧，小拄会着。地球是圆的，小拄会着。你搁伫宜兰市吼，你走袂去。甲人想袂再咧讲好啦，地球是圆的，小顿会着哦，你甲。食凊饭咧等你，食凊饭等你安尼。所以伫咧病院做时阵相对是较轻松啦，伙食嘛较好，病院总是食较好嘛，所以身体完全拢康复了后，伊就搁转往即个第27收容所，即个铁路工作队吼。即个人那只可怜啊，一直做可怜哦，哎呀。较早明明就是读册囡仔，对啊，是什么细汉生活佫足好诶，吼，老爸佫是医生。讲兄弟遐尼济，毋是剩伊一个。都高啊，伊一个才可怜安尼哦。那安尼。是啊，你就是爱去倒铺即个铁路，等你起铁路啊，起铁路。暗时啊，就睡困伫即个车厢内底，火车的车厢内底，就是安尼困，安尼过日子。伊内底嘛，拢有即个宣传即个共产理念的一本报纸，日记写日记，因为你在拢一本兵嘛，伊有写日记的报纸互你看，但是内底拢是宣传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因为苏联是共产党，所以对这款的宣传啊，伫咧即个资料内底有特别伫写讲，单一文一向吼，就是对这款的宣传，就是阳奉阴违啦。阳奉阴违，咱台语有啥物款的较适合的讲法？讲一套做一套。嘛算是一款啦，反正就是伊的意思就。你的头前做这里，伊就敷衍过的哦。我知影，迄个感觉咧。但是我讲这段吼，伫咧讲伊伫应付共产理念的这段说明，我个人其实伫看就是讲，研究是安那会向去讲这个物件。是安尼，伫遮会特别讲着讲单一文吼，伫面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我家己其实有两款想法吼，甲伊未来甲尾仔发展有关系。第一个是最后吼，伊转到台湾的时阵，咱知影讲伊到尾有生囡仔嘛，无要搭摕孙吼，对，代表伊有转来到台湾吼。伊转到台湾的时阵，台湾其实已经发生过228事件，228事件。伊家己后来当然嘛经历过白色恐怖的时阵，所以你若捌点，尤其你捌点过即个共产党的国家，对无吼？你搭伫苏联嘛，所以思想应该甲人无共款。所以毋管你是毋是自愿的，用骹头想，你嘛知影讲伊转来到台湾了，伫咧白色恐怖时间，这时期内会有偌惊险，因为你点过迄个所在，大家对你都有怀疑啊。对伊怀疑，伊家己本身嘛。你又是毋是有去用收买，还是你是毋是人的什么派来的吼？第二个是讲。伊说落来吼，伫为苏联转来到台湾，即个规个过程中，咱后壁会阁讲的故事吼，讲实在，迄个规个过程真正是坎坎坷坷，真可怜坎坎坷坷的感觉吼。整个过程其实嘛，定定拢甲伊点过苏联即个共产国家有关系吼，所以定定拢互掠起来。伊嘛会互怀疑啦，定定互怀疑。人会对伊无信任吗？无毋对吼，大部分国家都对伊拢无信任，所以去甲大拢会拄着问题，变成讲长期落来。点过共产国家即个过去，对伊我相信一定是造成真大的影响。嘛，互伊伫讲家己的即个经历，互家己的孙听的时阵，我认为啦，伊会不知不觉嘛想要，就是自然就想要去强调讲我是无受着共产主义的影响哦，等等，所以甲伊专工去讲我过去拢是安尼去甲意思一个甲跳过，我其实拢无伫管伊来，伊伫教啥伫讲啥安尼吼，我认为有即个讲法安尼。迫不得已咧，即个伫咧苏联关到要死的铁路工作队做事的即个单一文，有啥物款的机会之下，才有法度来逃离即个寒天冻地的国家。说落来，佫有啥物款？咱讲坎坎坷坷吼，来去拖刷刷的返乡路伫咧等伊。即个路程，咱就爱静态后一集再分享咯。后一回再相会。无毋对，不过伫咧节目结束进前，你若是无听到顶一段就关掉，算讲你趁着，因为
遮吼，我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个，应该是宜兰特殊的用词，特殊的用词。拄则咱讲西伯利亚索原吼，西伯利亚索原的即个所在真寒吼，咱讲真寒，强调咱讲真寒吼，像天气足寒的时阵，是毋是咱着规身躯着会穿甲真厚吼？分书若讲毋知啥物意思，去听头前的即个。第几集我袂记哩啊，吼，应该开头就有啊啦，吼，他即个台语话故事第一集应该就有即个物件，起步集就讲着分数是啥物吼，咱规分数就穿甲真高，穿甲圆滚滚安尼对无？我都爬袂起来。所以即个时阵，咱就有一个词来形容吼，讲衫穿甲足高的感觉，叫做衫穿甲足高的，穿甲圆滚滚，咱就讲你穿甲安尼就安那会记哩吗？雄雄甲你问煞想袂起来啊！无想到，咱足够讲即句话啊！你雄雄甲考试拢无甲读拍死，咱是毋是会讲啊？穿甲足补噜啊！对啦，对啦，对啦，哎呦！对吧？那穿较高的就讲啊，遮补噜，补噜啥物意思？我甲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华语叫做笨重，真穿甲安尼吼，安尼整个圆鼓鼓的，足无方便的。行了无会使讲一句话讲，哦，你穿甲安尼吼，穿甲即型遮补噜安尼，你跋倒都爬袂起来，好像不倒翁，太胖了，穿甲伤多啦。啦，我感觉较知影讲原来即个词，敢若是宜兰特殊的用法咧。我因为真侪人听着补噜拢毋知。无啦，即嘛已经较少讲，你看咧，我都袂记哩啊。无，你袂记是向我甲你问啊，因为。我嘛真少你讲咧，会啦，你嘛是会讲啊，我都捌听过啊，是吗？可能古早吧。真侪所在拢还佫会讲啊，宜兰真侪所在佫会讲着补噜即个词，所以讲咧穿甲遮济咧，咱定讲跋倒爬袂起。所以咱大概寒天讲啊，穿甲遮补噜安尼，有啦，但是吼，就习惯安尼讲，所以嘛袂去想。因为即嘛即几年来吼，拢无穿遐济，即嘛咱迄落羽绒衣啦，薄薄一领就会使保暖，使烧烧好。补噜害我所想无。所以连即个词，佫会受着咱的穿插的技术，咱这衫的即个制作技术的影响来慢慢消失了。对，以前吼，佫穿佫高佫重。搭个有啥物发热衣，哇！你穿一领就烧好哦，佫即几年气候佫变化，所以补噜即个词可能开始无去啊啦，嘿啦。所以互大家你知影者，你若看朋友寒天穿足高，你讲你穿个只补噜，啥物看呢？羽毛轻轻的，来发热衣穿者，哇！有个人即嘛好身体佫练者，穿无2领3领，一个冬天就过去了啊。所以讲，就已经甲即个词吼含入去啊啦，袂记去啦。因为即个时代变化所消失。对，科技的进步吼，嘛影响一寡语言的无去啦。嘿啦，好，今日的节目咱真正要告一段落啊！吼，毋知影大家对即篇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若是听了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嘛，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 留话互我。另外嘛会当到即个 Instagram、Facebook 来查找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对啊，咱拄则讲即个15000公里返乡路的故事，后半段爱等下一集。对无？但是后礼拜才有哦，毋是后礼拜哦，因为后礼拜是咱台语话故事头一摆无说同志甲咱做伙，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插播吼，插播这个特辑吼，是要来讲一套为囡仔所做的台语有声绘本。台语有声绘本叫做《奇幻真台湾》，奇幻真台湾。我会甲即个制作人来开讲来讨论即套台语有声绘本，包括着伊内底故事内容、配音伊的图画，还真济甲即个台语绘本有关系的代志。嘛，希望大家后礼拜共款准时点开得来开讲的频道。无共款的节目，无共款的形式算讲咱的插播的特辑所以会上新的一集的即个台语话故事就安尼咱后礼拜再会，会记你电话会记你收听拜拜。